第3章，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个人每时来见耶稣，讲：rabbi，我知影你是对上帝遐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新约，若毋是有上帝同在，无人会行。耶稣应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人若无重生，袂会看见上帝的国。尼哥底母讲：人已经老了，怎样会定在生呢？减会搁入老母腹肚内生出来吗？耶稣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人若无对水甲圣灵生的，就袂会入上帝的国。对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；对灵生的，就是灵。我讲，恁的确着重生，恁毋免掠做稀奇。风出在意思吹，恁听见风的响声，却毋知对倒落来，去倒落去。凡若对圣灵生的，也是安尼。尼哥底母问伊讲：怎样会有这个事呢？耶稣应讲：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犹未明白这个事吗？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阮所讲的是阮知影的，阮所见证的是阮看过，恁却无领受阮的见证。我对恁讲地上的事，恁尚且毋信，若讲天顶的事，怎样会信呢？除了对天降落来照顾伫天的人子，无人上过天。摩西伫旷野怎样举起蛇，人子也的确照样受举起来，互一切信伊的拢得到应允。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互因，互一切信伊的未到灭亡，反倒得到应允。因为上帝赐伊的子降世，毋是要定世人的罪，就是要互世人因为伊得到救。信伊的人无受定罪，毋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伊毋信上帝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间人因为家己的行为是歹，毋爱光，反倒爱黑暗，定因的罪就是伫遮。凡若做歹，就怨恨光，并毋来就近光，惊了因的行为受责备。总是行真理的，的确来就近光。这个事以后，耶稣甲学生到犹太地，伫遐徛起行洗礼。约翰伫瓦郡撒冷的哀卵也行洗礼，因为迄位水多，众人拢去受洗。迄时，约翰还未落伫缸内。约翰的学生甲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，来见约翰讲：rabbi，从前甲你伫约旦河外，你所见证的迄位，现在行洗礼，众人拢去伊遐。约翰讲：若毋是对天顶事的，人就袂会得什么。我捌讲，我毋是基督，是奉差遣伫伊的头前。恁家己通甲我做见证。带新娘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徛伫听见新郎的声音，就真欢喜。所以安尼，我这个喜乐满足啦。伊的确兴旺，我的确衰微。
对天顶来的是伫万有的顶面，对地上来的是属伫地，伊所讲的也是属伫地。对天顶来的是伫万有的顶面，伊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无人领受伊的见证。迄个领受伊的见证，就印，证明上帝是真的。上帝所册来，就讲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赐圣灵予伊，是无有限量的。爸疼囝，已经将万有交伫伊手内。信囝的人有永活，毋信囝的人得袂着永活。上帝的受气常常伫伊身顶。